大家好，我係六 D 班施文琪，我係六 D 班殷恒欣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分享嘅圖書係《童話夢工場》系列嘅《豌豆公主與魔邊》。豌豆公主與魔邊呢本圖書係改編自安徒生《豌豆公主》呢個經典故事，但作者大膽創新地改寫故事內容。故事裏描述豌豆公主不再只是嬌弱嘅形象，而係佢擁有神奇嘅魔邊，在奇幻世界中勇敢冒險。作者以充滿童趣嘅文字結構出絢麗嘅童話場景，加入蝴蝶、星星元素，彷彿能帶着讀者穿梭其中。閱讀呢本圖書既能重溫經典童話嘅美好，又能感接全新情節，感受冒險嘅刺激，非常適合鍾意童話與幻想嘅讀者開始一場奇妙嘅閱讀之旅。我哋會將呢本圖書推介俾各位同學，透過文字描述，讓大家進入童話世界裏，感受童話世界的奧妙。今日我哋嘅好書分享到此結束，多謝各位用心收看。